小浩，送给你。啊，谢谢学姐。卧室在哪？哦，还不错哦。哇，好舒服啊！今晚我要住这里了。什么？你们昨晚果然勾结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什么没有啊？没有，我想问学姐，你想喝点什么吗？小浩，你渴不渴呀？我不打扰你们了，再见。不渴。小浩，学姐，学姐，学姐，我有急事儿，得先走了。你请便。小浩，小浩。刚看到这画的时候，我都惊了，画不是你画的吗？你看，除了这衣服不一样以外，你看这姿态、这姿势，跟你画的简直一模一样。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爱新觉罗印堂。印堂，怎么又和九阿哥扯上关系了？九阿哥？难道还有别人吗？还有13阿哥。13阿哥？有9阿哥，有13阿哥，这种剧情可能只有野史里才有吧？野史？哎，哎！不守妇道！别碰我的画！真丑，你才丑呢！野史都看，完全不像你的风格了。哎，你怎么每天弄得像办案一样？我看你这不像是简单的对清史入迷啊。我们分头找，看看有没有关于清朝雍正年间13阿哥和9阿哥的书。就是我丑，看你丑，丑八怪。
在就像一个魔鬼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对他说的话是不是太严重了？我刚才对他说了什么？你说他是个魔鬼。你看见了什么？你能看见什么，我就能看见什么。你能看见他？能。我想你应该有很多故事想要告诉我吧。这就是我和他发生的所有事。你们的前世应该都有一段没有完结的姻缘。你也相信人会有前世？当然，万事皆有因果，而且事实就在我们的眼前。以前你们不相信的，现在都在真实的发生着。那你有没有办法让我知道我的前世？我们一起来试试。来，小浩，看着他。现在放松你的大脑，集中你的精神。你现在回到了你的前世，回到了你的前世。琉璃，过来看看。不必了，九姨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。告辞。印堂9阿哥，我好像很爱琉璃，可他却要离开我，很决绝。那也许，他是一个很新的人呢。不可能，我认识他这么久，他很善良也很单纯。那也许，他现在是一个没有记忆的灵魂，所以才改变了性情呢。我不相信，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。看这里有什么记载。研究所好像给科学院送进了一个冰人，听说这个冰人以前是曾经住在这儿的一个妃子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这3更半夜的，你可别吓我！本来这种地方就不干净，谁吓唬你了？而且那个冰人好像还有生命迹象。什么？还有生命迹象？这都几百年的古人了，他还能活着？嘘，小声点，这可是重大机密。不可能，小浩，所有的资料都显示，琉璃是一个要跟13阿哥结婚，又跟9阿哥纠缠不清、左右逢源的人。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他。你自己的记忆力不也是这样吗？干嘛要自欺欺人？这些都只是野史，而且我的记忆也不一定正确。琉璃，你在哪儿？
放，这辈子都不放。对不起，我嫁给他已成定局。如果有来生，我再补偿你。不，你是我的，今生来世你都只能是我的女人。对不起，我们曾经那么相爱。不。琉璃，对不起，昨天我只是脱口而出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我害你受伤了。小浩，我找到我自己了。啊？你怎么不走了？中国科学院可不是说进就能进的，要证件。证件，你有吗？当然没有。没关系，这河南，看我的。门口还有人看着，2个，什么情况啊？我不会分身术。王教授，小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那个赵老师让我来办点事儿。哦，那你快去办吧。哎，王教授，听说这里最近有个冰人。你从哪儿听说的？这可是机密啊！哎，让我看看吧。这个冰人以后会展览的，到时候再看吧。王教授，您就让学生先睹为快吧，求求您了，王教授，求求您了，求求您了。好吧，好吧。是，开门。谢谢王教授。